各位小朋友，哇，没有人，没人跟我赢。各位小朋友，有。结果下面的小朋友比较多。今天是什么主日？复活主日。啊，还没。复活主日。复活主日是。下礼拜 Sunday。对，下个礼拜。Yes。Coming Sunday。种树。啊，今天呢，不是种树啦。松树不是的。哦，棕树主日啊，对，今天是棕树主日。啊，为什么叫做棕树主日？哦，为什么叫做棕树主日？因为耶稣在这个主日进耶路撒冷城，啊，为了要做什么？为了要到耶路撒冷城守逾越节。逾越节。啊，这个逾越节对我们华人来讲，就好像我们的过年，所以所有的人都要一起回来，大家一起吃饭。耶稣为了要守这个逾越节，他在棕树主日这个礼拜天进耶路撒冷城。可是你知道路上发生什么事吗？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很棒的事，很多人在路边拿着棕树枝，有没有看过棕树枝？哎，拿着棕树枝，然后喊着什么？和散那，和散那，大卫的子孙。和散那是什么意思？赞美主，就是赞美主的意思。赞美救世主，赞美主，赞美的意思。和散那，和散那。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是谁？耶稣啊，他们期待耶稣进来要干嘛？耶稣期待，众人期待耶稣进耶路撒冷城要做什么？当王。但是你看分起来糖果哩，因为做认真读，研究拢做认真读的。所以他们大家期待主耶稣能够进城当王，有两个原因。如果之前那个刚德有听到这段的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些人期待耶稣进耶路撒冷城。因为在这个期间，这个礼拜将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要起义，以色列要独立。所以他们期待耶稣进来可以做什么？可以做王，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后来才会有叛国，才会有犹大在那边要卖主。为什么？因为耶稣一直没有动作，没有要当王的那个意思。可是啊，耶稣进来要当王，可是耶稣想要当的王是什么样的王？他的圣殿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耶稣他强调的是，那个宝盒里面要有什么？珠宝，不只要有名牌，还要有人叫他的名字。所以是耶稣所强调的是，在人的心里要真的有那一种的生命存在。可是这些喊和散那、和散那的人，他们期待耶稣进来当王，是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因为他能够让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当耶稣在山上讲到5000个人没有带便当的时候，耶稣可以给人家吃便当，因为大家看到耶稣是一个这么有能力的，可以行神迹的。甚至是在坐船在加利利海上面大风起的时候，耶稣都可以说风停吧，浪静吧。用我们的话讲说，这叫做耶稣可以呼风唤雨，让这种人来当王，好不好？好，非常好。因为啊，福利可以提高，税收可以减少，加油可以优惠，买东西可以打折。耶稣当王好不好？
不像很好的样子。耶稣当王好不好？好。大家都让耶稣来当王好不好？好。所以何善那，何善那，大卫的子孙，何善那，何善那，大卫的子孙。人们欢迎耶稣进来，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个人出来选 BC 省省长，告诉大家说，如果我当选省长，所有的人每一个人分配一栋房子，加油免税，然后所有的人只要户籍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年不用交税，而且我还给你1000块的加币给你零用钱，好不好？好，何善那，这就是当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起来喊何善那，何善那，大卫的子孙期待他当王的原因，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里面想要的。可是这是耶稣想要做的吗？不一定。耶稣想要人在生命当中得释放，耶稣看顾人身体上的软弱，耶稣看顾人身体上的需要。所以小朋友，如果耶稣来的话，你要耶稣为你做什么？你是要 Lego 吗 ？Chocolate Candy， 我问他呢，你要耶稣为你做什么？你要耶稣为你做什么？啊，你已经是 Lego 了，你要耶稣为你做什么？钉十字架，真的吗？那个洞啊，哦，愚公哦，我以为你这样是要钉十字架，我想说，哦，我终于找到人了，推荐你去念神学院。还有呢，阿炳，你要耶稣来为你做什么 ？Nintendo。哦，你家已经有了，你爸爸已经钉十字架，帮你买一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做什么，可是我们要很小心一点。我们想要为耶稣为我们做的，真的就是耶稣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的事吗？我们需要在这个礼拜当中去思考这个。在何善那，何善那棕树主治，我们迎接耶稣进来的时候，不要忘记，过几天他是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棕树主日，你可以讲说是人很兴奋耶稣要来的日子，但是你也可以讲说是我们的私欲，我们自己的想法重新被打破的开始。有一句话叫做幻灭是成长的开始，我们要在这个礼拜当中大家一起来经历。当主耶稣要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你愿意在那边吗？摇头说不要是正常的，因为连彼得都跑了。今天我们只不过在这边互相勉励，并且说感谢上帝。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没有在那里。我们今天只需要在我们的主日当中去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然后我们去跟随，我们去学习，好不好？好，谢谢你们。